那上一堂课呢，就是我们讲到就是第10页的第3行，那讲到了第3行的最后面呢，就讲到说明且了之呢是觉知的这个定义。那在讲到就是这里的时候，我们是提到说，就是它的科判呢，就是从有境呢开始做解释。那在讲到有境的时候呢，我们上堂课就讲到说，有境呢又分为就是能全身、了知，然后还有呢补特伽罗三者。那补特伽罗呢，就是前面已经讲述解释完了。那接下来呢，就是从了知呢开始做解释。那再讲到说明且了之呢是觉知的这个定义。那这边呢就讲到说，就是它是觉知的这个性相。那明呢指的是就是了知的体性，觉知它的体性呢是明，那作用呢就是知。所以我们讲到说明且了之呢，就是它的体性呢，了知的体性呢是清明的。那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明且了之的这个知呢，它可以解释为就是通达或者是显现的意思，就是它能够通达境或者是显现境，所以这种呢就称之为是觉知。那我们刚呢讲到说，就是它的性相呢是明且了知。那了知呢有2个意思，一个是通达，一个是显现。那显现呢和通达呢是不一样的，就是了知呢它有时候只会显现境，不一定会通达境。那就像是我们讲说像是颠倒的分别，或者说像是错乱的这种显现呢，那这种都是属于显现，但是它无法通达。因为呢，要通达的话呢，就是要能够证得或者说去入于这个境。但是呢，对于像是颠倒的分别呢，它只能够显现之外呢，是无法通达的。所以通达和显现呢是不一样的。所以夏家班智达呢，他在他造的量理宝藏论里面呢，就有讲到说呢，显现片了知。那意思呢，就提到说呢，只要是了知的话呢，它一定呢会有显现境。就无论说它是否为错乱知，是否为颠倒知呢，它都一定会有显现境。像是呢，支持声音市场的分别知，或者说我们所讲的就是我执等等，那它呢都能够显现境，但是它所显现的境呢，是否是真实的存在呢？不一定的。就是所以讲到呢，就是显现片了知的意思呢，就是一切的了知它都有显现境，但虽然说它能够显现这个境，但是它所显现的境呢，不一定如同它显现一般存在，所以呢才会讲到说，只要是了知的话呢，皆有显现境。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呢，觉知呢分为2种，那一种呢就是量的觉知，那第二种呢就是非量的觉知。那量的觉知呢，指的呢就是量；那非量的觉知呢，就指的说它不是量。那量呢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讲到说补特伽罗呢，或是补特伽罗呢，它通达境，或者是呢它了知境，最主要呢就是看它心绪里面呢有没有能够对于这个境呢升起决定。他如果心绪之中呢能够对于境升起决定的话呢，就表示说他内心里面呢有一个对境呢升起决定的这个量。那我们就讲说呢，就是比如说以无常来说，就是我们在了解无常的时候呢，一开始就是我们会先升起一个视察意。那这个视察意呢，它仅仅对于无常呢是升起一个概率的了知，它并没有办法通达。也就是呢，我们讲到说，就是对于无常呢，我们能够升起闻、思、修三者。那所谓的视察意呢，就是闻慧。那升起闻慧的时候呢，它仅对无常升起一个大概的了知，它并没有办法对于无常呢升起决定。那这个补特伽罗他何时能够通达无常呢？就看他心绪里面呢什么时候能够升起决定无常的量，就是能够决定这个境的量何时升起。那这个升起的时候呢，升起了这个决定量的时候，就是进入了思会，就是从闻会呢进入思会。那所以说呢，量呢它只是在了知里面的其中一个别项，但是呢它对于我们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是否能够通达一个境呢，就看一开始是否能够升起通达这个境的决定量。非量的觉知呢，指的呢就是不是量的这些了知，所以并不特指就是哪一个就是非量的这个
别项，像是我们在讲非量的时候呢，并不是会特别指定说像是视差异，或者说像是颠倒知等等，而是遍指一切呢，就是不是量的这种觉知呢，那都叫做非量的觉知。那所以我们在讲7种分类的时候呢，就是讲到说量呢，就是有2种。也就是限量和比量。那除了限量和比量之外呢，那其他像是在觉知、视察意、显而未定、犹豫、颠倒知等的，那这些呢都是属于非量的觉知。那所以这边呢，就是我们在讲到了知呢，觉知呢，它可以分为就是2种。那根本的区分呢，就是主要就是分为量和非量。那我们讲到说量和非量呢，是属于2种分类。那我们把量和非量呢，要是在做更细微的区别的时候呢，就讲到说7种分类。那同样的7种分类也是收摄在量和非量当中。那就讲到说2量、5非量。那2量呢，2种量呢，指的就是限量和比量。那5种非量呢，就是指向在觉知、视察意、显而未定、犹豫还有颠倒知呢，这5种呢是非量。那当然就是觉知或者是了知呢，它的分类呢，就是除了这7种分类呢，还有2种分类、3种分类呢，就是它同样呢，它在分类的时候呢，也可以做各种不同的这种分门别类。所以接下来呢，就看到说，第一个呢，就是量的性相呢，就想要说心不欺狂的了知呢，就是量的这个性相。那这边呢，就是心不欺狂的了知。那这个了知呢，在这里是用明了。那我们就是延续之前心类学的内容呢，直接用了知。那在量的性相当中呢，就是可以分为3个部分。那第一个呢，就是心。那第二个呢，就是不欺狂。那第3个呢，就是了知，就是分为这3个部分。那这3个部分里面呢，就是第一个和第二个呢，心还有不欺狂这2者呢，是显示了就是量的作用。那第3个呢，了知呢是显示了量的体性，所以呢，它这3个不同的在性相里面呢讲到的这3个部分呢，有它不同的这个解释。所以第一个和第二个呢，第一个就是心和不欺狂这2者提到说量的作用，以及第3者呢，了知呢是讲到量的体性。那第一个呢，心的意思呢，就表示说量呢，它在通达境的时候呢，它一定是心通达，也就是最初通达的意思。因为呢，如果说没有了这个心通达的这个作用的话呢，那再觉知呢，它也会变成量。所以呢，在一开始加安立心呢的意思呢，就是显示说量它在通达境的时候呢，一定是最初通达或者是心通达。在讲到量的作用呢，除了第一个呢就是心通达之外呢，那还要符合第二个呢。第二个呢就是不欺狂。为什么加上不欺狂呢？因为光仅有心的时候呢，它不一定能够符合是量。因为呢，在有一些在解释视察意的时候呢，它会在视察意的性相后面呢，同样呢加上心通达，意思呢就只要说对于视察意呢，它对这个境呢就是最初概略的理解，它就是有个大概的这种理解。虽然说它的通达并不是真正的通达，但是会因为它是最新理解、最新大概了解的缘故呢，所以为了避免呢，就是避免搞错的缘故呢，所以会加上不欺狂。那不欺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量呢，它对于境呢，不仅仅是心通达之外呢，它对于境呢还要兼顾决定。什么叫做兼顾决定呢？就是它对于这个境呢，就是能够真实的通达，而且呢不会再产生疑惑等等的，那这个才叫做兼顾决定。因为呢，视察意呢并不具备这个兼顾决定的能力，因为它随时呢可能会变成怀疑。所以呢，量除了心通达之外呢，它还要不欺狂。不欺狂呢，也就是对境呢能够兼顾决定。那在于这个不欺狂呢，就是在辩论场辩论的时候呢，在解释不欺狂的意思的时候呢，会讲到说获得决定意，获得观察意。那什么叫做获得观察意呢？就是当我们去观察之后呢，然后能够了解说它的意思是什么的时候，或者说观察之后去入境的时候，
我们对于所趋的境呢，因为是透由观察的缘故呢，所以你能够兼顾而且决定的呢了解这个境是什么。那这个的区别就跟我们就是仅听到或是仅看到呢所了解的方式呢是不一样，因为仅听到跟看到呢不一定能获得这个观察意，因为它仅仅是听到或者是看到而已。但是呢，当我们能够获得观察意的时候呢，就表示你已经透过了抉择，透过抉择才去入境之后呢，你对于这个境的理解呢，自然而然就是兼顾决定。那第三个呢，讲到说了知的部分呢，那了知呢，只是说就是量的体性呢，要是了知，也就是呢，要是明且了知的这个体性。那最主要呢，就讲到说，就是因为呢，除了量之外呢，还有哪一种有境能够获得观察意呢？那就像是补特伽罗。我们讲说，就是通达无常的这个补特伽罗，就是当一个补特伽罗呢，他的心绪里面有通达无常的量的时候呢，这个补特伽罗呢，它也会通达无常，而且它通达无常呢，同样呢也是获得了观察意而通达无常，所以呢，它具备了心不欺狂的这个条件。但是呢，它并不是了知的体性，因为我们知道说甲有的这个补特伽罗呢，它是心不相应刑法，它并不是心法，所以呢，在讲到说量的体性的时候呢，它一定呢是要具备了明且了知的这个体性。那补特伽罗它因为是心不相应刑法的缘故，虽然说它具备了心不欺狂的条件，但是它因为不是了知的这个体性的缘故呢，所以补特伽罗呢无法成为量。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说，在量的性相当中呢，就是有讲到说心的、不欺狂的，还有了知呢这三部分。那讲到这三个呢，都是有其必要性的。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呢，讲到说心呢是断除再觉知是量。那因为呢，如果说我们在安立量的性相的时候呢，如果没有安立心的，只是安立不欺狂的了知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呢，再觉知呢，它就会变成量。因为我们就说，哦，那再觉知呢，它是否是量呢？因为它具备了不欺狂以及了知这两个条件，所以呢，就是要加上心，就表示呢是最初正的。因为再觉知呢，它为什么是不欺狂呢？因为它对于境呢，同样也是获得了决定义。那同样呢，它也是了知明且了知的这个体性。所以呢，加上新的呢，是为了断除呢再觉知是量，断除再觉知是量呢，也就是说，它否定了呢再觉知是量。那同样第二个呢，就是不欺狂呢，它断除呢视察意识量，因为就如同我们刚才所讲述到的，就是有一些论著里面呢会讲到说视察意它的性相呢，最后面也会安立心，就比方说它是最初呢能够概略了知的这个概略理解的这个了知，所以呢。只用心了知的时候呢，有些人呢会以为视察意呢它也是量，但是视察意呢它并不是量，为什么呢？因为它并不是不欺狂。那最主要呢，就是因为它对于境呢没有办法获得决定义，无法获得坚固的这种决定，所以呢不欺狂呢就断除了视察意是量，也就是否定了视察意呢是量。那第三个呢，就是以了知呢断除聚色根是量。那在四部中医里面呢，承许聚色根是量的呢，就唯有一切有部。因为呢，从经部中以上呢都不承许说就是聚色根呢是量，都承许只要是量的话呢，一定要是了知。那因为呢，在一切有部呢，它的程序里面呢，它程序说就是聚色的这个眼根呢，它是能够通达色法的。但是呢，这个就是从经部中以上呢都不程序，因为经部中以上呢，程序能够通达境的呢，要么就是补特伽罗，要么就是了知，并不程序聚色根呢能够通达境。那也因为一切有部程序聚色根能够通达境的缘故呢，所以他们程序聚色根是量。所以在这边呢，就是讲到说，就是量的体性呢，一定要是了知，所以呢，否定了聚色根呢是量。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如果把量呢，就是来分类的话呢，就是可以把量呢，就是分为限量还有比量。那为什么呢？就是要安立限量还有比量呢？就是我们可以讲说呢，同样呢，也是从境呢来做区分的。那就讲说，我们在讲到无常的时候呢，可以把无常分为粗分的无常和细分的无常。那对于粗分的这种无常呢，或者说
出分的这种色呢，我们是能够透由眼知呢去验证的，就是眼知呢它能够领纳就是出分的色，或者说我们讲到说五妙语色声香味触，那色声香味触呢，它是可以透由我们五根知呢直接通达，直接领纳，所以呢由此呢而安立了限量。那所以呢，我们这边就讲到说呢，为什么要安立限量呢？那就是对于说像是色声香味触呢，我们可以透由我们的五根知直接通达。那直接通达的时候呢，就是现前呢通达，所以呢就安立了限量。那比量是如何安立的呢？那就像刚讲的，就是无常呢可以分为细分的无常，或者说像是无我等等。那我们在最初通达就是细分无常的时候，或者说最初在通达无我的时候，那细分的无常讲的就是刹那刹那的坏灭。那我们要通达细分的无常，刹那刹那坏灭，这个时候呢，一定要经由一个次第，也就是经由闻慧、思慧、修慧呢，才有办法呢，就是去通达这个细分的无常。那我们讲到说，在通达细分无常的时候呢，如果我们要现前通达细分无常的时候呢，它的次第呢是在闻思修三者当中的修慧，就是我们想要现前领纳无常，或是现前通达这种细分的无常的时候呢，一定要修慧的时候呢才能升起。那在升起修慧之前呢，要先有就是闻慧以及思慧。但是在闻慧的时候呢，我们讲到说闻慧它仅仅只是升起一个概率的了知，它没有办法呢对于细分的无常呢升起这种决定，它无法升起决定量。那什么时候才能够升起决定量呢？升起决定量呢，要在思慧的时候。那思慧的时候呢，就是透由在的思维，在思维之后呢，才能够在思慧的时候呢，最初对于无常升起决定量。那最初对无常升起决定量的时候呢，它并不是现前领纳，因为我们讲说，在现前领纳的时候呢，唯有在修慧的时候才有办法现前领纳，所以在思慧的时候呢，最初现前领纳的时候呢，它就不是现前领纳，那这个时候呢，就只能够安立比量呢是最初通达，所以这边呢就讲到说闻思修的次第里面呢，在思慧的时候呢升起了比量，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讲到说透由闻思修的次第，在修慧呢才升起现前正德，那在思慧最初正德的时候呢，也就是透由比量来最初正德。那就是呢，有一点要区分清楚的呢，刚刚讲到说，就是能够现前通达无常，或是现前领纳无常呢，是在修慧的时候，但是并不是说呢，就是对于无常的修慧呢，升起无常的修慧呢，就是现前领纳无常，这个呢是有区别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说，就是我们对于正德细分的无常，或者是说像是无我的时候呢，要透由就是闻慧、思慧还有修慧。那当我们进入修慧的时候呢，就是在思慧的时候是最初通达无常。那在修慧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会升起了就是通达无常的止观双运。那这个时候呢，什么时候升起了通达无常的止观双运呢？那这个时候就从资粮道进入加行道。那进入加行道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升起了修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升起了通达无常的止观双运。那通达无常的止观双运之前呢，一定要先通达无常的止。但是呢，止它本身呢，止一定要是修慧，所以当我们升起止的时候呢，就是升起摄摩他的时候呢，就升起了修慧，但这个时候呢，还不是现前的体性。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呢，就是通达无常的现前通达无常呢是修慧，它只是修慧的其中一个，就是当我们升起了通达无常的止观双运的时候呢，就已经进入了修慧。那进入了修慧之后呢，这个时候还是分别知的体性。那透由这个分别知的体性呢，我们再的断习。那什么时候这个通达无常的止观双运呢？它从分别的体性，什么时候现证无常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就是从加行道进入了见道。那这个时候呢，也就是进入了圣道位。那这个时候呢，修行者呢，他也就从加行道行者呢，变成了见道位的行者。所以这两者呢是有差别的。所以刚刚呢，我们讲到说，就是能够现前通达无常的这个修慧呢，就是我们要现前通达无常，一定要到修慧，但并不是说呢，通达无常的修慧呢，就是现前通达无常，这两个呢是有差别的。现前通达无常的修慧呢，它只是修慧的其中一分，所以从一开始在加行道就是进入了
进入了就是通达无常的止观双运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还是分别智的体性。那透由这个分别智的体性呢，一直在的串习之后呢，什么时候现前通达呢？那从通达无常的止观双运开始呢，都是属于修慧的范围。那什么时候到现前通达呢？那才是我们所讲的，就是就近的修慧，就是能够现证无常的时候。所以这两者是要区分清楚的。那所以呢，就是如同细分的无常一般呢，无我呢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无法透由根知呢去领纳无我。那同样呢，凡夫心绪当中的意识呢也无法领纳无我。所以呢，我们想要领纳无我呢，通达无我呢，一定要经过闻思修的次第。那就如同刚讲的，在闻慧的时候呢，它仅仅是视察，也只是一个大约的了知，它还没有办法通达。那要现前通达呢，一定要到修慧才有办法现前通达。那所以在最初呢，就是我们通达无我的时候呢，一定要透由思慧。所以思慧呢，它既然不是现证的时候呢，那它就只能透由比量呢去最初通达。所以就变成说，我们不得不安立比量，因为呢，修慧只能在现证呢只能在修慧，那我们最初通达一定是透由比度通达，那也就是在思慧的时候，所以就不安立比度。所以呢，就是在有一些论点里面呢，是讲到说，只要是思慧的话呢，它就一定呢要是比度。那当然有一些人呢也不承许说是思慧的话呢一定要是比度，但是呢，安立思慧一定要是比度呢，它最主要的一个思考的点呢，就是讲到说，就是如果呢我们要通达无常的时候呢，就是要现前通达，只能到修慧的时候呢才能现前通达。那在闻慧的时候呢，又没有办法通达。那唯一能够通达最初通达无常或者是无我的时候呢，就只能在思慧的时候，所以才会说呢，只要是思慧呢，它一定要是比度，是有这种方式呢来做理解的。那所以呢，就想要说，如果说我们在区分量的时候呢，可以分为限量以及比量。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以离分别且无错乱的了知呢，是现前的性相。那现前的性相呢，同样呢，我们可以分为就是三个部分，就是第一个呢，以离分别；那第二个呢，就是不错乱；那第三个呢，同样呢是了知。那同样以离分别还有不错乱呢，就是讲到现前的作用。那了知呢，同样是讲到说现前的体性。那为什么在讲述限量之前呢，要先讲述现前呢？因为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已经先清楚的解释了什么是量。那解释了量之后呢，那再来解释现前。那了解了量，又了解了现前之后呢，那限量就很容易了解，就是它既是现前又是量的呢，那就是限量。那第一个呢，我们就讲到说，以离分别呢，指的呢是它的作用，现前的作用。那我们一般呢，在讲到说，就是以离呢，就是离开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离开还有不同的解释方式。那如果说我们是结合所断的时候呢，就讲到说，远离所断，或者说呢，离开所断的意思呢，就是断除的意思，就是我们心绪里面呢，已经断除了这个所断，像是我们说世尊呢，就是远离恶障。世尊远离恶障呢，就讲到说世尊呢，他已经断除了就是烦恼障以及所知障，所以呢，是指说我们心绪里面呢，断除了这一种所断的缘故呢，所以叫做远离或者说离开的意思。那同样呢，我们在解释灭地的时候呢，灭地呢也有这个远离的意思在。为什么是远离呢？因为我们知道说什么时候升起灭地呢？灭地就是当我们身体升起解脱道的时候呢，同时会升起灭地。那解脱道是如何升起的呢？就是在升起解脱道之前呢，会有一个无间道。那在无间道的时候呢，是正对治它的所断。那无间道正对治所断，那等到它引申出了就是解脱道的时候呢，解脱道就已经断除了所断，所以这个时候呢，它就已经断除了这个所断的这个烦恼，就是它已经远离了这个烦恼。所以在讲远离的时候呢，就是如果和所断做结合的时候呢，是指到断除，或者说我们讲说一个普特伽罗呢，它远离所断呢，就是说它心绪当中呢已经没有这个所断，已经没有这个烦恼呢，叫做普特伽罗呢远离所断。所以这个以离的这个离开呢，它如果说和烦恼做结合的时候呢，是断除的意思。
那不过呢，如果说我们在这边现前的现象里面呢，说以离分别呢，如果是安立断除分别的话呢，那这个呢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呢，就是像是我们凡夫心绪呢是有现前的了知，但是呢，我们并没有断除分别，所以在这边呢，就是断除以离呢和以离的意思，如果是安立断除的话呢，是指所断。那这里呢，再讲述到以离分别呢，它的意思呢，完全呢就是指说不是的意思，就是说它不是分别，就是提到说现前它为什么要安立以离分别呢？就表示说把现前还有分别呢两个作为区分。你只要是现前知的话呢，它就一定不是分别。所以这边以离分别的离开的意思呢，指的就是说不是的意思，就是说它不是分别。那我们就讲到呢，这里所谓的以离分别呢，指的是不是分别。那不是分别的，它所要告诉我们真实的意思是什么呢？那最主要呢，就告诉我们说，只要是现前的话呢，它呢就是不会是以异共相为显现境的这种了知。所以这边就提到了说现前的体性，现前的体性是什么呢？就是它在显现境的时候呢，不会以异共相为它的显现境。那这个呢，就是从这里以离分别呢所要讲的最主要的意思。因为如果说我们只解释以离分别呢，提到说不是分别的时候呢，其实它并没有，它并不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到现前呢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只想要说以离分别的时候呢，最主要的就讲到说它在显现境的时候呢，不需要关带着异共相。因为我们提到说凡是分别之呢，它在显现的时候呢，一定要关带异共相，才有办法显现出这个境的形象。但是呢，现前它在显现境的时候呢，它是不需要关带异共相的，它可以直接清晰的显现自相。所以从这边呢，直接点出了就是以离分别它所要代表的意思呢，就表示凡是分别之呢，它是凡是现前呢，它就是以离分别。为什么以离分别呢？因为它在显现的时候呢，是不用关带的异共相，这个才是我们所要理解现前的意思。那接下来呢，第二个呢，我们就看到说无错乱。那为什么要加上无错乱呢？就讲到说，那凡事呢，就是不是分别，就是呢，在显现的时候呢，不关带异共相的两知呢，它是否呢就会是现前知呢？那我们前面呢就有讲到说，就是像是五根知，只要是五根知呢，它能够领纳色声香味触的这些根知呢，它都是现前知。它都能够对于它都是不需要关带异共相就能够显现的。那如果说不关带异共相就能够显现的话呢，它就是否一定是现前的？这个呢也是不一定的。那就像是我们只要说像是显现蓝色雪山的这个眼知，或者说把一个月亮呢看成两个月亮的这个眼知，那这种呢虽然说它也是根知。它也是呢，直接显现了它的境，它也是不需要关带异共相就能够显现它的境。但是这种了知呢，它是否是现前呢？并不是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错乱的了知，所以为了把这些错乱的了知呢去除的缘故，所以加上了就是不错乱。就讲到说呢，以离分别且不错乱的了知，那最主要呢就是否定了这一种无分别的错乱之呢，否定这些无分别的错乱之是现前，因为无分别的这些错乱之呢，它本身呢也是根，它本身也是根之。那同样的呢，它也不是分别之，而且呢，它也不需要关带异共相。但是呢，它是否是现前呢，并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它是错乱的了知。所以第二个呢，加上不错乱的缘故呢，就是为了否定无分别的错乱之呢是现前。那同样呢，就是第三个呢，就讲到说了知的部分。那了知呢，同样呢，就是提到说现前的体性呢，一定要是了知，一定要是新的体性。那就如同我们刚才所讲述的例子，像是现正无常的这个补特伽罗。那现正无常的补特伽罗呢，它对于它本身呢，就是以离分别，因为呢，它不是分别嘛。那它同样呢，它对于无常的这个境呢，也是不错乱的。但是呢，它是否是现前呢，并不是的。为什么？因为它的体性呢，就讲到说就是，这个补特伽罗它的体性呢是不相应刑法，所以呢它并不是呢现前，所以这边呢就讲到说了知呢主要是提到说现前的体性呢一定呢要是心法。补特伽罗呢它虽然符合就是以离就是像是现正无常的补特伽罗呢，它本身呢是以离分别且不错乱，但是呢它因为体性不是了知的缘故呢，所以它无法成为现前。所以呢，从现前的这个现象里面呢，我们可以
了解到呢，就是现前它的体性呢，就是第一个了知的体性，它本身呢要是心法。那在体性呢是了知的之上呢，它要具备第二个条件，就是它在显现境的时候呢，就是要不需要关带着异共相，不需要依靠着异共相，或者说它在显现的时候呢，不会显现异共相。那它本身呢是了知的体性，然后呢，它在显现的时候呢，又不需要关带着异共相，不需要依靠异共相的了知的话，它就一定会是现前的嘛？那同样呢，这样也是不够的，它还要具备第三个条件，就是呢，它所显现的呢，要如同显现般真实存在。如果它所显现的呢是不存在的这种东西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呢，它就是错乱的了知，这个时候它也不会是现前。所以我们在讲述到现前的时候呢，就了解说，第一个呢，它的体性呢是了知的体性。那在这个了知的体性之上呢，它在显现境的时候呢，不用关带的异共相。那在不关带异共相之外而显现之外呢，那也要如同它所显现一般呢是存在的。如果说如同它显现一般是不存在的话呢，那它也不会成为现前。所以呢，从这边以离分别且不错乱的了知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到说，现前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了知。那同样的呢，就是我们在了解呢现前呢是如是呢，就是透由这个理由以及各方面呢去理解之后，并不是仅在字面上去理解之外，那同样对于量呢，我们也是可以透由这种方式呢来做理解，就是不仅仅是字面，而是去思维它的意涵。那同样呢，第一个呢讲到说量体性呢一定要是了知，所以呢除了了知的体性之外，能够成为量之外呢，那不是了知体性的话呢，我们就不用考虑到说它是否为量。所以第一个呢，量呢它的体性呢是了知，那在了知之上呢，它要具备的条件呢就是心的。那心的意思呢就提到说它是最初通达。那最初通达呢，就是我们一开始从字面上看到心通达的时候呢，就了解到说，哦，它是最初，就是一开始呢能够去通达，一开始去了解。但是除了字面上的这个最初通达的这个意思之外呢，第二个，它最初通达所表达的意思呢，就是能够透由智力去通达。什么叫做透由智力去通达呢？就是他在通达这个境的时候呢，他并不需要通达，并不需要透过通达引申自己前量所以通达。就表示说，这一点显示出了说量以及在觉知两者的差别。因为在觉知呢，它虽然说也是通达境，但是呢，它在通达境的时候呢，并不是透由智力去通达，它是透由的就是引申自己的前量已经通达之后呢，透由这个前量通达的力量，它透由这个他力而通达，并不是智力通达。所以在讲到说最初通达，除了说心通达之外呢，他也讲到说就是透由智力，透由自己的力量呢去通达。那所以我们在讲到说量的时候，除了第一个体性呢是了知之外，那第二个呢它是心通达，心通达是透由自己的力量呢去通达。那这样子呢，它就能够成为量了吗？还不行，它还要具备第三个条件。第三个条件呢，也就是不欺狂。不欺狂呢，也就是它通达这个量呢，它是兼顾获得决定义的方式呢去通达，它是能够兼顾决定获得决定义去通达。那符合这样的条件呢，才能够称之为是量。那所以呢，就是我们在思维就是这些性向的时候呢，就是一开始呢，就是我们要透由文字呢去思维，因为不透由文字的话呢，我们在内心呢很难现起这个形象。但是呢，并不能够呢仅仅只停在于就是字面上的文字上面的思维。那文字思维了解它的意思之后呢，就先一个一个呢去了解到说，哦，像心呢是什么意思，不欺狂呢是什么意思，了知是什么意思。那等到思维这些字义了解之后呢，那我们就要去观察我们内心呢，就是哦，所谓的量呢，它所内心现起来的形象呢，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形象？那内心现起了这个量的形象，或者说现前的形象之后呢，那再观察自己的内心，那这个时候呢，就能够发现说，哦，原来呢，我的心绪里面呢，有很多的了知呢，它并不是量。同样呢，也有很多的了知呢，它并不是现前，然后再慢慢去观察呢，就发现说，哦，我心里面其实有很多了知呢，并不是错乱知。那同样的呢，我心绪里面有很多了知呢，它是错乱知。就是透由性相呢，一开始先透由就是思维它的字义，字面上的意思之后呢，然后再去
再去思维到说，它在我内心所现起来的形象是怎么样。那现起来之后呢，再抉择内心。那透由这种方式呢，我们就能够在学习心类学的时候呢，慢慢对于说我心里面每一个新的相状呢，我就能够渐渐的呢去理解。那就是呢，我们透由上述的讲解之后呢，那其实呢，大家已经对于说限量的意思呢，就能够很清楚的了解。因为呢，我们已经清楚的了解了什么是量，然后呢，也清楚的了解什么是现前之后呢，那只要了解说它既是现前又是量呢，那就是限量。所以呢，在这边讲到说限量的定义的时候呢，就提到说，以离分别心不欺狂的了知呢，就是限量的性相。那以离分别，那有的是讲说以离分别不错乱，心不欺狂的了知是限量的性相。那以离分别不错乱的了知呢，就是现前嘛。那心不欺狂的了知呢，就是量。所以这两个合起来呢，就是限量。如果呢，就是我们要就是去思维的时候呢，就可以比如说像是我们说他现在呢就是在美寿这个地方嘛，那他现在在美寿这个地方呢，他可以思维到就是说在寺庙里面呢，他的房间，那他房间的这些桌子椅子，那这时候呢，他坐在美寿的这个房间里面呢，然后想到寺庙的这个寺庙的形象啊，他房间的形象啊，这些寺庙桌椅的这个形象呢，那这种思维呢，它是不是现前呢？它不是现前，为什么呢？因为它并不是以离分别。因为呢，就讲到说现起这些形象的时候呢，它就已经掺杂着桌子、椅子，还有寺庙的这个异共相。所以当它掺杂异共相的时候呢，它就不会是以离分别。所以这个时候呢，坐在美寿的房间里面呢，想着寺庙的种种的时候呢，那在现起寺庙种种的这些形象呢，它全部呢都是分别是为什么？因为它就是掺杂着异共相。那现在在美寿的房间里面呢，就是在美寿房间里面，就是眼前的这个桌子，然后桌上的这个笔啊、水啊、水杯啊等等这些，就是透由五根支呢能够直接显现的这些呢，那透由五根支去了解到的，那五根支它这个时候的五根支呢，也就是现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思维到说，我什么时候现前的了，什么时候现起的了知是现前，什么时候现起的了知呢是分别，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去做区分。以经部中来说，就是经部中的行者在那个入空性根本定的时候，他现证了那个无我会。那他在初定的时候，他应该有对无我这个会应该是有量。那请问这个量是限量还是比量呢？因为初定了以后，就没有那个，他就没有办法，就是以限量证空性嘛。但是这个行者他身上应该也是有对无我会有量，那此时的这个量是比量还是限量呢？那关于这个问题呢，就是不同的论点呢，就是有不同的解释。那祖师他们在解释的时候呢，就是也有不同的程序方式。那有的呢，就是程序到说，像是以从观中来说的话，像是智尊法同大师呢，他会讲到说，就是当圣者呢，就是他在后得智的时候，就是初定以后呢，他是有现证空性的这个智慧。那他现证空性的这个现前知呢，虽然说他有现证空性的现前知，但是这个现前知呢，它无法现行。那这个呢是法从大师所承许的。那对于福生大师来说呢，福生大师呢，他是承许说呢，就是在后得智的时候呢，不会有现证空性的这个了知。为什么呢？因为福生大师承许，只要是了知的话呢，他就一定要是现行。就是它一定要在我们心绪可以升起的呢，一定现行的这个呢，才叫做了知。如果是睡眠的时候，那在睡眠的时候，它就已经变成了习气，所以睡眠的这个习气，它并不是了知，所以无法现行的这一些呢，福生大师并不承许说它是了知，所以福生大师并不承许说在后得智的时候呢，能够有现证空性的这个限量，但是呢，他是承许说在后得智的时候呢，也有正得空性的这个比量。那在后得智有正得空性的这个比量呢，同样呢，法从大师呢，他也是承许这一点的，就是说在后得智的时候呢，通达空性呢，不一定要就是
现前通达空性，不一定要现证，它还是可以透由比度的方式呢去证得。那所以说呢，这两者最大的差别呢，就是在程序道说是了知的话呢，它是否一定要在心绪当中现行？那以至尊法从大师的解释方式的话呢，就提到说，就是心绪了知呢，它不一定呢要在心绪里面现行，所以呢，就是在后得智的时候呢，有现证空性的这个智慧，但是呢，现证空性的这个智慧呢，并没有办法现行。那同样的呢，就是会讲到说在，无间道的这个在无间道根本定制的这个菩萨呢，他的心绪呢是有世俗菩提心，但是同样的呢，这个世俗菩提心呢并不会现行。那以福成大师的角度来做解释的话呢，那福成大师呢他就承许到说，凡事了知呢一定要在心绪当中现行，所以呢，在后得智的时候呢，不会有现证空性的智慧。那同样呢，在根本定制的时候呢，那根本定制的这个菩萨的心绪当中呢，是没有世俗菩提心的。那所以最主要呢，就是在于说心绪当中呢，是否呢会现行。所以，但是我们现在所学的呢，就是法传大师的这个经论，所以呢，我们会依照法传大师的这个程序呢，会程序说，在后得智的时候呢，是有现证空性的这个智慧，但是虽然有现证空性的这个智慧呢，但是呢，它并不会现行。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呢是后得智，后得智的时候呢，现证空性的智慧无法现行。因为如果是现证空性的智慧要现行的话呢，一定要在根本定制当中。那人们先说呢，因为是追随法传大师缘故，所以他会这样子说回答。